好来，乡亲啊，你敢知影这个菱角上有价值的精华是迄个菱角皮，若抗氧化、抗发炎，阁有真侪纤维，营养价值真悬。但是网络顶流传一段影片，讲这个菱角拢共抹一层厚的蜡，就是因为有真侪人食这种拍蜡的菱角皮，无怪有遐尼侪癌症，这敢有影咧？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一粒水水苹果，伫电光下看起来真好食。看到苹果外皮油油亮亮，多半是有天然果蜡，但家庭主妇曾经都对果蜡抱持着怀疑态度，而这样的影片一释出，又更加毛骨悚然。小水淋咧苹果顶面，看到安尼一层白色的蜡，落起来，这影片还阁有飘出，外皮毋通食落去，莫怪遮尔侪癌症。 咱是一破解做实验，把果上证实有蜡的苹果，甲淋烧水了。我们刚加热水，只是让苹果颜色变比较黑。那所谓比较黑，就是只是说我表面那一层蜡，因为高温的关系被我溶掉了。那不可能说像影片那样整片剥落，那个是可能那蜡太厚，或者是影片可能不是那么真实。 那换一个方式，甲苹果等喺烧水内面，确实有看到一层蜡扬出来。事实上，但讲每一粒苹果拢有，这果蜡分做3种，包括家己分别天然果蜡、无毒会当食的人工果蜡。消费者应该感觉可怕，是属含有这水银甲盐的工业蜡。 储存的过程当中，它为了要预防水分的散失，然后或者是防止一些氧化空气接触造成氧化的这些目的的话，它可能有需要涂蜡的这个需求。依照规定使用的话，对消费者的健康上是不会造成风险。咱来到这水果进口商团成老爸20档卖水果有经验的头家娘讲，有产地就当分辨苹果是不是有蜡。 一般的产地没有打蜡，就是日本苹果跟智利苹果这2个是没有打那个人工蜡。那美国苹果跟纽西兰苹果，他们是有上那个人工蜡。没有打蜡苹果，它会比较呈现雾面的；那有上蜡苹果，它就是会比较亮面。像它这个没有打蜡，那你也它觉得有点亮面，是因为它的甜度够，它甜度释放出来，所以你会觉得它有一点油亮亮。若是对外观分辨出来的，会使透过美工刀做简单的测试。 我们以这个有蜡来讲，我刮除的画面就这样一小块，可是这个他们所谓没有涂蜡的，我刮除的画面是这么一大片，我的面积是它的至少2倍，可是刮出来的蜡还比它来的少。就算果蜡食入去，也袂有致癌的记录，因为这苹果皮是含有活皮素，有抗氧化的作用，含有膳食纤维，也佫有抗发炎的效果，营养价值真悬，所以建议民众要食进前，要用清水、菜瓜布。甲乳酪清气，免去皮，更加会当甲健康食入去。